讲成是要应验主福先知所讲的，讲你看，现在小女要生因生囝，人叫伊的名做以马内利，翻译就是上帝甲咱同在。约瑟奋醒起来，照主的天使所命令的去，去行，带伊的母过门，请牧师讲到题目是以马内利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圣诞节对无论是毋是基督徒的人来讲，拢是一个欢喜庆祝的节期。对要来迎发救恩的人来讲，圣诞节就是一个名叫做耶稣的人出世，然后就有食圣诞大餐、摕圣诞礼物安尼日子通过。但是对基督徒来讲，圣诞节却毋是安尼。这个节期是因为这个创造天地的主宰，伊决定要成做人用形象软弱、形影的模样进入世界。因为安尼，这个日子对咱人类较有产生意义。不过，无论是毋是基督徒，咱所有的人拢是用欢喜的心情去庆祝这个节期。但是，伫第一个圣诞节出现进程，甲这个故事有关联的人，也甲咱同款，用欢喜的心去面对的。咱先从咱的眼光对圣诞的布置，圣诞树刷到2000多年前的拿撒勒。耶稣的故乡加利利是一个庄口的所在，其中的乡镇拿撒勒，虽然大嘛是上帝选民，不过毋捌出过什么大人物。但是咱看见这规个文本的故事，它是对这个互人看无目的的所在来开始。咱若配合今仔日的经文，咱路加福音第1章26到38节，耶稣出世进程的经文来看。就是上帝差派天使，向一个已经订婚，但是还未出嫁的查某囡仔玛利亚显现，然后甲伊讲，伊要怀孕生一个囡仔，并且爱甲伊号名叫做耶稣。天使甲伊讲，伊要最大、生最至悬的囝，主上帝要用伊的手代笔的位互伊，伊要做王，伫马国的家到大概，伊的国嘛无穷尽。哇，有够厉害！伊会生一个囡仔要做王。并且是永远做王，但是玛利亚伊面对的毋是这个天使请安带互伊的欢喜甲荣光，伊的感情有一个问题，伊要耐心去解决，就是伊叫袂出嫁，哪有可能会生囝咧？阿爸的知识设立的课，伊教着许多圣经内面的一句讲，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，伊教着这句的时，我拢会感受到一寡人的无自在。因为伫现代，真侪人还未结婚就怀孕生囝，人嘛会用奇怪的眼光来看伊，甚至会来攻击。但是咱的救主耶稣，敢嘛是因为安尼来出世吗？所以伫大家的新人类去上课的时，我拢爱甲伊解说强调，玛利亚是上帝特别所拣选的，因为伫耶稣的时代，无亲像咱这个现代遐尔开放。然后发现一个还未出嫁查某囡仔怀孕，这是惊人人，人是会当来花起公用的场合，然后干伊石头，干甲伊死。所以，若毋是上帝的意思，甲上帝的保守，玛利亚绝对无法度平安互耶稣出世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应该会当感受到玛利亚的压力，面对遐尔大难题，伊就问天使，伊还未出嫁，哪有可能会发生这个代志？天使互伊两个理由：第一，圣神要临到你，至悬的权能要指引你；第二个理由是伊的亲情伊丽莎白已经过生育的年龄，但是即马嘛怀孕啦。所以基于以上两个理由，所以在上帝无任何困难的代志。更也奇怪，玛利亚艰难的一个人物，玛利亚竟然就互天使说服，伊回答啥？讲我是主的女婢，愿照你的话应验于我。对这咱就会当知影上帝为什么特别会拣玛利亚这个人，成做救恩计划一部分，就是伊就是遐尔顺服的一个人。但是各位，咱来想看觅，玛利亚的心境嘛应该亲像咱的心境。每一摆咱伫面对上帝爱咱去做，
但是咱袂晓做，咱毋知安怎进行的代志的时，咱拢愿意顺服。但是咱的心要是非常不安，咱拢渴望上帝会当互咱有较侪支持，互咱会当哪来哪清楚地来奉用。圣玛利亚嘛是安尼，伊顺服，但是伊的内心非常不安，所以伊紧去找伊的亲情伊丽莎白，看对伊遐会当找着上帝，这个祭拜天使无甲伊讲明会安尼较安尼无。但是当伊去找伊的亲情伊丽莎白，伊丽莎白互信心充满，祝福玛利亚甲伊腹肚内的囡仔，然后玛利亚就全然顺服。伊伫上帝面前祈祷回应讲：“我的心尊重主最大，我的心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。”咱看见玛利亚伫上帝面前，用上帝女婢的身份来回应呼召，并且用女婢的身份来看家己，来自我肯定。所以当伊顺服到底，别人的眼光、别人的应话、别人的攻击，就无互伊不软弱，无互伊撩起。所以，咱兄弟姊妹，咱每一个人爱知影，咱爱将咱的自我认同放伫上帝互咱的身份，毋是放伫这个世界价值观，也是人的眼光。今仔日上帝将你放伫一个位置，互你一个身份，就有伊的意思甲伊的计划。咱嘛毋免甲别人比较，只要顺服伫上帝的旨意，勇敢去回应上帝互你这个人特别的呼召。虽然咱会惊吓，咱会不安，但是玛利亚互咱有真好的学习，就是一个无出名的所在所出的一个查某囡仔，但是伊勇敢去成做救恩的管道。不过，上帝道成肉体，一个赫尔伟大的救恩，竟然是透过一个查某囡仔的主张来开始。一个神要来到世界，应该是用风动雨淋、惊动蛋糕的方式，才容易互人来信服。但是，透过一个平凡也未出嫁的查某囡仔，这个人的头壳想起来就是一个有瑕疵、无合理、讲袂出是伟大的一个方法。但是，这嘛是人想象袂到的方法，因为无人会想到一个神竟然愿意为着有罪的人，用安尼的方式来到世间。但是，因为伊是上帝，所以袂当透过男女性的行为来出世，所以实施女是必要的。虽然看见上帝用人看无合理的方法来行奇妙的代志，所以咱看规个上帝拯救的计划，若用伫人用伫咱世界的眼光来看，实在无符合一个伟大的神明要来到世间的方法。但是，咱看见，若是耶稣会出世，连耶稣定死伫十字架顶，嘛是人想袂到的方法。十字架是一个犯罪变小记号，是当时互判这个叛国，也是中途死刑的一个工具。但是耶稣为着咱的罪，伊愿意死伫十字架顶，为着你，为着我付出性命的代价。所以奥妙上帝的形式，真正是去颠覆人类的想法。所以伫哥林多前书第1章18节到24节有安尼讲：因为十字架的道理，因论的人看做戆，但得救的人看做上帝的原因。因为世间既然对因的智慧毋捌上帝，上帝就欢喜对所宣传的光来救假信的人，这拢是上帝智慧。若是阮传顶十字架的基督，对伫犹太人是乞丐，对伫外邦人是愚妄；若是对伫受教的，无论犹太、希利尼，基督做上帝的原因，上帝的智慧。而这就是提醒咱永远无法度来看透上帝的奥妙。有时咱读圣经是会当帮助咱用着肉来认识上帝。但是绝对无法度，互咱完全来看透上帝在想什么，在做什么，因为咱是有限的人，咱无法度来看上帝全部。但是并过来讲，若上帝会当互你来看透透，咱嘛毋免信伊啊。
因为咱会当将伊掌握伫咱的手头内面。所以有当时啊，会拄着一寡人伫遐讲，哎呀，等我完全认捌上帝，我才来信。但是有一寡人会对上帝也有一寡疑问，直到伊无法度来向前行时，这实在是非常可笑。因为有一寡问题是爱咱到入天堂，当咱见到上帝时，咱才有可能会当得到答案。但是这个问题有可能伫咱入天堂见到上帝面的时，就袂阁是问题啦，因为咱已经得到咱的答案啦。所以你面对真侪咱努力找求，但是咱无法度去找到答案的安尼问题时，信心就非常的重要。这对我对以利的这本的绘本，搁一摆得到激励甲提醒。这本的绘本内面除了有以利伊的创作，内面嘛有2篇伊的妈妈怡芬老师所写的见证。这2篇见证拢是伊伫咱的教会捌做过见证，所以伊将安尼的见证放伫以利的绘本内面。怡芬老师有写，以利就是安尼一个囡仔。伊破病这段期间，伊从来无去问讲为什么伊会破病，伊嘛从来无去埋怨家己身躯的无爽快。乐观顺服就是上帝互伊上大的恩典。阮伫身躯边的人也对伊的乐观顺服得到启示，得到更新的机会。兄弟姊妹，咱也知影，上帝计划从来毋捌有错误。虽然咱看做无合理，咱看做有疑问。但是只要咱愿意，亲像玛利亚，亲像以利，亲像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愿意问题，上帝就会一步一步透开咱的疑问，互咱明白，并且互咱勇敢来承担伊互咱的呼召。今仔日咱第一场礼拜结束了后，伫2楼，以利有一寡伊的画作的展示，甲伊这本绘本的安尼义卖。所以，请咱兄弟姊妹，咱第一场礼拜结束了后，咱会当去2楼伫遐来参观。但是，咱看到伫这个救恩的计划内面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，就是玛利亚要嫁的这个对象，也是大卫的子孙约瑟。虽然伫咱的这个圣经内面拢有记载，玛利亚伊是安怎来顺服。玛利亚安怎来回应上帝？但是咱拢看无这个约瑟到底伊扮演的角色是甚么？但是马太福音第1章，就是今仔日咱所开始读的马太福音第1章，伊用真侪篇幅来记载这个约瑟伊的家谱。不过，就是咱著看见，伫规个圣诞节的图片，也是戏剧的中间，这个约瑟好亲像是一个背景，伊就是徛伫底座边啊。伫圣诞节故事内面，耶稣是中心，讲伫底座是规个故事的焦点。玛利亚因为顺服，所以规个救恩故事内面无伊嘛袂使。但是好亲像就是这个约瑟，无人注意伊，嘛无人想要去知影伊在想甚么。所以咱若去演这个圣诞节的戏剧的时，咱拢找主日学内面迄个上歹势、上无爱讲话囡仔来扮约瑟。因为伊什么话拢毋免讲，但是马太福音有记载，当约瑟知影伊即个还袂娶过门的未婚妻已经怀孕，伊的反应是甚么咧？伊的丈夫约瑟是义的人，毋爱显然犯意，暗算要安静贵亲。但是即位逐摆你读到遮，你会安怎？你会安怎想？哇，咱的称赞玛利亚是一个顺服的查某囡仔。但是，咱就将约瑟看做是安怎负心汉？哎呀，你哪会当放杀玛利亚咧？甚至咱伫基本的圣经来看，约瑟伫马太福音第2章就消失了，无搁记载伊。所以有的人会误认耶稣的家庭是一个单亲家庭。虽然感觉讲这个人物看起来可有可无，但是你有注意经文无？伊是新约第1本册马太福音所讲的第一个出现的义人。伫新约圣经内面，只有4个人奉指名做义人，除了这个约瑟，还佫有行洗的约翰，佫有耶稣，佫有哥尼流。哇！这个一开始要
要放杀玛利亚的查甫人，乃会互人称作是异人咧？一般咱认为异人是一个好人，可能是铺路做油的安尼善心人士。但是犹太人定义的异人是遵行上帝律法的人。所以到底这个约瑟是做什么代志，互马太福音会出遮称伊是异人咧？那玛利亚怀疑这件代志，伊嘛用律法来办理。约瑟是有力量，会当公开这项代志，讲我离婚妻伊还袂嫁我，伊就怀疑啦。然后伊会当找证人来解除这个婚约，无人会指责伊，甚至玛利亚用什么款的下场，嘛毋是伊的责任。但是约瑟放杀一般人看做义的方式，咱看伊无公开这件代志，伊无去问玛利亚讲为什么你会怀孕，伊只有按算在暗情来对清。但是咱看见，当伊去思考，当伊伫内心比较真纠结，伊遐伫考虑的是性情最重。那活做其他的查甫人咧，应该袂想都毋免想，就要离婚啊嘛。但是伊思考，伊伫遐想，伊伫遐考虑，天使出现啊，甲伊讲，代表互的约瑟啊，无得惊，要带你的某玛利亚过门，因为伊所怀疑的是对性情，伊要生囝，你就甲伊领，所以叫做耶稣，因为伊要救伊的百姓脱出因的罪恶。天使出现好像就是一个人在要上这个断头台，伊个刀在要站落去的时，青菜快乐起来国王的命令讲停止动咧，天使开始。约瑟为了对失望、犹豫的中间，重新来得到一个答案，回得到愿望。原来所有疑问拢是会当当年正官带伊某玛利亚来过门，并且陪伴这个玛利亚比顿人的误会、比顿人的言话，甲伊做伙面对这个艰难的任务。伊使讲的话是出自倒，竟然带着遐尼大的困难。这段话是出自以赛亚第7章17节。另外，咱看马太福音的作者也有侪侪摆引用，讲这个书要成是要应验主发先知所讲的。然后，这个马太福音引用真侪旧约经文，这就是伊要互读者知影，规旧约是要为着耶稣的出世来铺路的，所以旧约毋是无意义的。所以读到这，咱都会当体会，为什么作者会称呼这个约瑟做异人？因为伊清楚上帝的话，伊嘛愿意顺服上帝的话，甚至伫伊按照上帝吩咐，带这个玛利亚过门了后，伊嘛无甲玛利亚同房，为着就是要陪伴上帝，借着玛利亚要完成拯救者的出世。所以约瑟嘛幸福。顺服上帝旨意，并且用敬虔的心来配合，包括甲囡仔号名这项代志。伊虽然是囡仔伫第二的老爸，伊有权利会当为着囡仔来号名，但是伊幸福伫上帝主权。所以咱看见约瑟对考虑甲起来行动，毋是伊家己有够毛，是伊幸福伫上帝主权。是上帝话伫伊的内面产生规律，所以伊的义，毋是伊有做什么代志，伊的义嘛毋是伊无做什么代志，伊互人称作义，是因为伊顺服上帝。表面看起来伊是吃亏，但是伊无顺服家己的想法，伊就去行动，伊是勇敢回应。然后咱看见，伫伊想袂到的时，伊嘛成做救恩计划的一份子。这样弟兄姊妹，这互咱什么启示咧？咱爱心怀谦卑，有上帝随时感谢咱的所想所行。有当时咱太过固执，心内无愿意互上帝插手。这个计划有可能会按照咱
咱的心所想的，顺咱的想法继续来完成，但是无一定是按照上帝想法、上帝旨意去行。有可能咱的人生规个嘛安尼去改变。不过，咱爱知影，咱搁较安怎熬嘛无一定，嘛无亲像上帝遐尔熬，因为咱是有限的，上帝是全能全知的，咱绝对想袂过上帝，赢袂过上帝。搁较免讲关系救恩的代志，但是即个救恩的代志是现在所有的科技、思想结合，也无法度解决的问题。因为无一个任何物件会当甲咱讲为虾米一个神愿意来拯救咱，嘛无任何一个思想会当帮助咱解决这个死亡对咱的控制。所以关系救恩的代志，咱就要转去上帝为面听，来看上帝作为，才袂落去亲像哥林多前书3章18节19节所讲，恁中间若有人掠家己伫这世间最有智慧，就着真做讲。通真最有智慧，因为这世间的智慧，照上帝看是光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这个人看做无光的一个救恩，一个无合逻辑、一个有下数的救恩，但是是上帝拯救咱人类的一个方式。所以，一个人看做光，但是我相信对咱所有基督徒来讲，咱是充满感激。但是，咱嘛爱知影。真做狂人，你敢有想要伫这个世界真做狂人？咱拢无，咱拢想要真做高人。因为伫这个世界真做狂人真好去生存。咱这个世界标榜的就是咱爱真做聪明，爱走第一。不过，嘛有真侪人愿意为着主来做狂人，亲像这个图片，这个医生，伊是伫台湾的北门。专门医治这个乌骹病的医生王金培医生，伊一生，伊的规个家庭，伊的太太甲9个囡仔，拢去服侍这乌骹病的病人。伊毋但是免费来治因的病，患者过身较丧中的家庭，伊嘛会帮助因伫遐紧观察，办一个简单的告别式。所以伊若是假日的时，伊嘛带伊这9个囡仔甲伊的太太，做伙伫遐摒扫这无骹病的病人的这病房，互因会当住了真舒适。并且嘛为着无互这患者来靠私下伫遐过生活，伊甲伊的太太成立一个手工艺的工厂，互这病人会当伫遐做物件内底，会当互因来维持因的生活。伫1996年，伊80岁退休的时。因为着伊家己的一生做一个结论，讲我欢喜做狂人，不但哪做哪有兴趣，搁哪做哪快乐。做狂人是吃亏，但是为什么有遐尼侪人愿意为主来做狂人呢？因为上帝亲身示范什么是狂人。上帝道成肉体，因会破病、会死的身躯来到世间。互咱伫历史上看见耶稣基督，耶稣是伊的名，意思是上帝拯救，也是上帝是拯救。这伫第1世纪是非常流行的一个名。基督毋是伊的姓，是伊来到世间的这份，就是受我有的。所以伫遮记载，咱看见，咱就知影讲耶稣基督。毋过今仔日的经文。记载引用旧约，提出耶稣另外一个名号，叫做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这4个字，咱常常伫基督徒所写的批的后面会当看见。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上帝甲咱伫个。这位上帝毋是完全伫天顶，伊道成肉体来到咱的世间，为着咱甘愿成做狂人，甚至狂到死伫十字架顶。伊嘛应允伊会甲咱同在。所以虽然咱互世间看做狂人，咱互世间人看做无法度接受，但是伊会甲咱同在，因为伊是以马内利的上帝。所以咱会当讲，上帝亲身伫十字架顶示范的伊，破除魔鬼的关系，互咱毋免靠遵行
称义。因为当咱愿意接受耶稣的救恩，咱就会当互上帝称作义，这叫做因信称义。并且上帝义嘛袂互咱停留伫得到救恩的迄个起点，因为上帝义是有气力的。这个气力会致使咱有的咱，互咱的老我会当除去，互咱会当产生一个新的气力，互咱进入更较悬的义，就是咱愿意伫这个世间做人看做无辜，甚至吃亏，但是是上帝欢喜的代志。所以咱看见约瑟做安尼一个示范，伊伫当时互人看做是戆的，竟然带一个已经怀孕的查某囡仔，但是透过上帝义，约瑟伊进入更较悬的义，所以约瑟嘛成做拯救计划的一份子。这兄弟姊妹，伫咱进入大降节的时，邀请咱用无共款的态度来过一个大降节。对其可能咱习惯伫这个节期，咱准备礼物，咱要领受祝福。但是今仔日，这位以马内利的上帝向你提出一个呼召，你敢愿意顺服？无过用家己的方式来计算，来投入这位上帝拯救的计划内面吗？咱的身躯边，敢有真侪人绝望，敢有真侪人活伫痛苦的中间，因拢需要这位以马内利的上帝。你敢愿意替伊祈祷？你敢愿意引带因来到主的面前？恳求主来使用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透过今仔日耶稣出世之前，你安怎使用玛利亚，安怎使用约瑟来成就阮的本人。主，面对一大困难的计划，面对我毋知安怎做的计划时，主，阮顺服，总是阮的心要非常的不安。恳求主，你搁一摆来支持阮，手术互阮气力，互阮透过顺服，来知影你要安怎带阮行。主也透过约瑟的例，互阮看见，虽然伫世间阮是吃亏的，虽然世间阮做真侪互世间人无法度接受的代志，但是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，你甲阮同在，你要手术互阮气力。主，恳求你帮助阮。阮伫即个世界活出无同款的款式，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出耶稣基督的信仰。